你是否曾经试图把每件事都做对？你选择了低脂牛奶、全麦面包、新鲜蔬果，真心相信这样是在保护自己的身体。然而，某天你坐在诊间里，盯着那份出乎意料的检验报告，发现你的肌酸酐 creatine 指数竟然又不降反升。如果那一刻让你感到困惑、恐惧，甚至觉得不公平，请放心，你绝不孤单。成千上万的长辈们正默默地走上同一条路，却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在体内累积，因为这正是没有人警告过你的部分。有些我们一辈子都被告知是健康的食物，那些我们身为孩子、父母、祖父母时深信不疑的食物，随着肾脏老化，竟变成了无声的威胁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种损害不会透过疼痛或剧烈症状来宣告它的到来，它轻声细语，它潜伏隐藏，它会一直等到某天早上你醒来，感到异常疲惫，或是脚踝看起来有些水肿，又或是那张验血报告上的数字再度往上跳了一格。等到大多数人察觉时，肾脏其实已经在黑暗中挣扎多年了。但让我向您保证，您的故事不会就此结束，因为一旦你了解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，你就能重新掌握主导权。我是海尔医师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我将揭露这5种即使你以为自己吃得很干净，却仍在悄悄升高肌酸酐病加重肾脏负担的日常食物。接着我会向您展示4种强大的食物，它们能自然地降低发炎反应，支持过滤功能，并帮助保护您的肾脏长达数年之久。在聆听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一件惊人的事：真正的解决方案从来都不复杂，它只是被隐藏起来了。而今天，我们将让真相大白。这份知识或许正是您的健康一直在等待的转捩点。第一个，隐藏的罪魁祸首，看起来既无害、熟悉又令人感到安慰。几十年来，我们一直被告知牛奶和乳制品是强健骨骼和健康老化的基础。但是，随着我们的肾脏老化，那杯同样的牛奶可能会悄悄变成身体无法再负荷的日常重担。我看过无数次这样的情况上演，但有一位病人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她叫秀兰，67岁，生活自律、负责任，是那种会遵守医生家的每一条建议的女性。每天早上，她都以燕麦片和一大杯牛奶开始新的一天，因为她相信自己做的完全正确。然而，她的肌酸酐指数却不断攀升。某天早上，他用一种令人心疼的困惑眼神看着我，说：“海尔医师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一辈子都在喝牛奶补骨头啊！”就在那时，我向他解释了从来没人告诉过他的部分。当肾功能随着年龄下降时，身体无法像过去那样有效地清除磷、phosphorus 和钾 potassium， 而牛奶恰恰充满了这2种矿物质，曾经滋养身体的东西，现在变成了负担。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。英国医学期刊 BMJ 一项追踪超过61,000名女性的大型研究发现，每天喝3杯或更多牛奶，死亡风险几乎翻倍，髋部骨折的风险也增加了60%，每多喝1杯，死亡率就增加约15%。这不是往路上的危言耸听，这是数据。但大多数人忽略的重点是，你不必永远戒掉乳制品，你只需要适量做出更聪明的选择，并了解你自己目前的肾脏分期。正当你以为危险仅止于牛奶时，其实并没有，因为光知道这点还不够。下一种健康食物看起来甚至更安全，然而它对肾脏的隐藏影响却更加令人惊讶。如果说牛奶是温柔的小偷，
那么全谷类就是聪明的骗子。这是人们在试图吃得干净时会选择的食物，却从未意识到它对老化的肾脏会造成多大的负担。这种转骗听起来很简单，把白吐司换成全麦面包，把白饭换成糙米，这感觉很负责任，感觉很健康，感觉像是进步。这正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掉进这个陷阱，却从未质疑过。我记得陈先生，65岁。一位充满活力的退休人士，决心要改善自己的健康。他自豪地告诉我，他已经把所有主食都换成了糙米，相信自己终于解开了健康饮食的密码。但他的肌酸酐却持续上升。他盯着检验报告，低声说：“海尔医师，这完全没道理啊！”这时我解释了大多数食品标签从未揭露的部分。全谷类之所以全，是因为保留了外层的麸皮，而这层麸皮充满了磷，健康的肾脏可以处理它，但老化的肾脏却不行。这种矿物质会堆积在血液中，迫使身体从骨骼中提取钙质，并沉积到动脉中，慢慢地让血管由内而外硬化。数据令人震惊：一片全麦面包大约含有57毫克的磷，而白面包大约只有25毫克，糙米含有超过160毫克的磷，而白饭仅有70毫克左右。情况还会更糟，尤其是磷酸盐添加物。任何成分名称以 Lin-Phos 结尾的添加物，其吸收率几乎是100%，这对肾脏造成巨大的压力。但让人松一口气的部分来了。你不必完全放弃谷物，你只需要控制分量，注意标签，并聪明地搭配低磷蛋白质。但光知道这些还不够，因为下一种健康主食不仅会让肾脏过劳，它还会发动一场让几乎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全面攻击。如果说全谷类是慢慢磨损肾脏，那么红肉就是那个完全不轻声细语的对手，它会从四面八方发动攻击。大多数人将牛排、汉堡或烧肉视为力量、能量和一顿好料的象征，但在老化成人的肾脏里，红肉的表现截然不同。这无关热量，也不是蛋白质的问题，而是关于每一口之后随之而来的化学风暴。我永远忘不了张伯伯，一位70岁的前建筑工人，他坐在我对面，既沮丧又疲惫。他说：“海尔医师，我戒了糖，我戒了酒，我只吃好的蛋白质，像牛排、鸡蛋、红肉，但我感觉更糟了。”他的肌酸酐不断爬升，体力却逐月下降。当我们深入探讨时，答案变得痛苦的清晰。红肉在他的肾脏内发动了一场三面战争。第一，酸负荷，红肉分解后会产生酸性化合物，老化的肾脏无法足够快地中和这些酸。第二，发炎、毒素，肠道细菌在消化肉类蛋白质时会产生如氧化三甲胺、TMAO 等毒素，渗入血液并使脆弱的过滤组织发炎。第三，磷和普林 purines 会增加尿酸，形成微小的结晶，从内部破坏过滤器。研究结果不容忽视，一项来自新加坡，追踪超过60,000名成年人，长达15年的研究发现，摄取最多红肉的人，罹患末期肾衰竭的风险高出40%。每天每多吃100克红肉，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就增加34%。好消息是，只要做一个强效的替换，将一份红肉换成鱼肉、家禽或鸡蛋，就能将肾衰竭风险降低多达62%。但光知道这些还不够，因为还有一个日常习惯正藏在你家的储藏柜里，它对肾脏的影响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广泛。如果说红肉发动的是全面攻击，那么罐头食品就是安静地埋伏在你橱柜里的地雷。它们外表无害，
内在却极具破坏性。大多数人会拿罐头汤、罐头豆类或罐头蔬菜，因为它们快速方便，而且被行销为忙碌成年人的健康选择。但对于老化的肾脏来说，每一次都可能是放出浪潮般的钠，那是身体再也无法负荷的。淑芬阿姨72岁，她从惨痛的经验中学到了这一点。她很爱喝罐头鸡汤，觉得那清淡、温暖又安全。她告诉我，这只是汤啊，能有多糟？然而，她的双腿开始水肿，血压攀升，每次回诊，肌酸酐都往上爬一点。当我们分析她的饮食时，真相让她大受打击。她每天摄取超过3000毫克的钠，几乎全来自她以为是在保护健康的罐头食品。科学证实了她的经历。2024年一项大型统合分析显示，摄取最高量超加工食品，包括罐头餐点的人，罹患慢性肾脏病的风险高出25%。即使加工食品摄取量只增加10%，肾功能也会再下降7%。就像把灯光一阶一阶的雕暗，肾脏根本无法在这种持续的压力下存活。解决方案出奇的简单，选择低钠标示的产品，尽可能选择每份钠含量低于100毫克的，用水冲洗罐头蔬菜和豆类，并且优先选择用真材实料熬煮的自制汤品。但光知道这些还不够，因为下一个健康类别是最令人震惊的。这些食物看起来色彩鲜艳、天然且营养丰富，然而在你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之前，它们就可能把你的钾离子推向危险区域。如果说罐头食品是无声的地雷，那么高钾蔬果就是装饰精美的陷阱。那些看起来最健康、感觉最安全，却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将肾脏推入危机的食物，香蕉、酪梨、马铃薯、番茄，甚至是大家都推崇的绿色排毒果昔。没错，它们富含营养，但也含有老化，肾脏无法再有效清除的高浓度钾。老王69岁，一位退休数学老师，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学到了这一课。他转而采用他自豪地称为这辈子最干净的饮食法。每天早上，他都会用香蕉、菠菜、酪梨和杏仁奶打成一杯果昔。这看起来很养生，喝起来像是自律的味道。但当他的验血报告出来时，他的钾离子高达6。这是一个危险的高水平，随时可能引发致命的心律不整。他盯着报告惊呆了，海尔医师，我以为我在做对的事。这就是科学片的至关重要的地方。当肾功能减弱时，钾离子不会像过去那样离开血液，它会缓慢而安静地堆积。全球肾脏病专家，包括 KDIDAO 国际肾脏病医学会，都警告晚期慢性肾脏病患者必须将钾摄取量控制在每天2到4克之间。然而，一颗酪梨就含有将近1克，一颗马铃薯也差不多。一天只要吃这2样健康食物，安全额度就用光了。解决方案不是恐惧，而是策略。将高钾水果换成苹果、蓝莓、葡萄或凤梨。对蔬菜使用水煮沥前的技巧，汆烫后倒掉汤汁，并且一定要与医生配合追踪你的检验报告。但光知道这些还不够，因为既然我们已经揭露了5个隐藏的威胁，现在是时候揭晓那些英雄了。4种能帮助降低肌酸酐病、自然支持肾脏的强效食物。既然我们已经揭露了5个隐藏的威胁，让我们转向那些意想不到的英雄。第一个可能会让你惊讶，辣椒，没错，就是安静地待在你厨房里的那个小红点。许多长辈因为担心太辣伤胃而避开它，
但它其实可以帮助平息肾脏深处的发炎。很少有食物拥有这种双重身份：舌尖上的热度，体内的疗愈。我的一位病人美玉70岁，意外发现了这一点。她以前总是避免吃辣，认为那会让肠胃不适。但在一次家庭聚餐中，她尝试了一道自制的辣椒料理。接下来的几周，她注意到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她的精神变好了，胀气减少了，而且几个月来第一次，她的检验指数稳定了下来。她半开玩笑地问我：“海尔医师，该不会是辣椒吧？”令人惊讶的是，科学说是真的，秘密在于辣椒素。Capsaicin 就是给予辣椒那股劲道的化合物。辣椒素会触发抗发炎路径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并可能有助于肾脏更有效地过滤废物。2019年，一项在中国追踪超过400名成人的研究发现，每天食用少量辣椒的人，罹患慢性肾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8%，摄取量较高者风险甚至降低了近49%。这不是保健品，不是噱头，只是天然食物在做药物有时做不到的事。辣椒的美妙之处在于你不需要吃很多，每天半杯切碎的辣椒，甚至只是在汤或炒菜中撒一点，就足以启动它的益处，而不会让你的胃感到负担。但光知道这些还不够，因为下一种护肾食物的作用方式完全相反。它不火辣也不大胆，而是柔软、苍白且安静地强大。如果说辣椒是火热的保护者，那么白花椰菜就是安静的守护者。它谦逊苍白，容易被忽视，却是你餐盘里最亲慎的食物之一。它不像超级食物那样大声呼求关注，也没有大胆的颜色或异国情调的宣称，但对于老化的肾脏，白花椰菜提供了更有价值的东西——解脱。丽华68岁，曾告诉我，她比任何东西都怀念马铃薯泥。听起来很傻，海尔医师，她笑着说，但舒心，食物感觉就像家一样。她的钾离子指数爬得太高，她以为自己必须永远放弃那些温暖熟悉的餐点。我建议她试试看，用白花椰菜泥代替，就是一次。下周她带着微笑回来，说那尝起来像是平静的味道。她说得没错，白花椰菜的力量在于它不含什么，它的钾磷和钠含量极低，不会对肾脏所求额外的工作。相比之下，半杯马铃薯泥含有约260毫克的钾，而白花椰菜只有约93毫克。仅仅这一个简单的替换，就减少了64%的肾脏负担。除了矿物质成分外，白花椰菜富含维生素 C， 含抗氧化剂，有助于减少发炎，支持免疫力，并缓解老化。肾脏每天面临的代谢负担，它的多功能性使其更加强大。蒸、烤、捣成泥，打入汤中，或是切碎当成花椰菜米。白花椰菜会适应你的舒适圈，而不是要你去适应它。但光知道这些还不够，因为下一种护肾食物并不是轻声细语的，它爆发着色彩、甜味和足以平息全身发炎的强大抗氧化剂。如果说白花椰菜是安静的守护者，那么莓果就是耀眼的治疗师，小巧明亮，充满了你的肾脏迫切需要的天然力量。它们证明了疗愈不一定要尝起来平淡无味，有时候它尝起来是甜的、清爽的，充满生命力。春娇70岁，一位笑声温暖的温柔女士曾告诉我，她觉得自己内在很老，她的精神很差，发炎指数很高，每一步都感觉比应有的沉重。当我问她每天吃什么颜色的食物时，她害羞地笑着说，
大部分是米色的燕麦片、吐司、火鸡肉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改变，每天早上吃一把蓝莓和草莓。3个月后，他看起来更容光焕发，步伐轻盈，年轻了好几岁。他说：“海尔医师，谁知道这么小的东西能造成这么大的差别？”但科学知道，莓果，特别是蓝莓、草莓和蔓越莓，富含花青素 anthocyanins， 这是强效的抗氧化剂，能减少全身的发炎反应。2021年，一项结合了44个临床试验，结果的统合分析显示，富含花青素的莓果显著降低了 C 反应蛋白 CRP， 这是肾脏压力和发炎最有利的指标之一。与许多水果不同，莓果天然低钾，半杯仅含57毫克，这使它们成为肾功能下降者安全且美味的选择。你可以享用新鲜或冷冻的莓果，打成冰沙，加入优格，或直接一把一把的吃。只要避免果汁或果钳，因为那会浓缩糖分，并剥夺大部分的疗愈潜力。但光知道这些还不够，因为最后一种护肾食物不只帮助你的肾脏，它还强化你的心脏，降低发炎，甚至可能比许多人尝试的生活方式改变更有效地稳定肌酸酐。如果说莓果是充满活力的治疗师，那么特级初榨橄榄油就是黄金般的定海神针，是维系一切的安静力量。它不闪烁色彩，也不会占据你的餐盘，相反地，它带着一种温柔的力量滑入你的饮食中，不仅支持你的肾脏，也支持你的心脏、血管和长期的发炎指数。有时候最强大的解决方案也是最简单的。建国71岁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。他来找我时，胆固醇升高，肌酸酐缓步爬升，发炎指数也降不下来。他带着半内疚的笑容说：“海尔医师，我几乎什么都改了，除了奶油。”那是他最后的慰藉，最后的坚持。但我请他做一个小交换，把每一匙奶油或沙拉油换成淋上一点纯特级初榨橄榄油。没什么极端的手段，不吃补品，没有复杂的规则。3个月后，转变是不容置疑的。他的胆固醇下降了，发炎缓解了，在经历多年的衰退后，他的肾脏指数终于稳定了下来。他看着我，几乎惊呆了，全靠油。是的，但不只是任何油，特级初榨橄榄油含有一种名为橄榄油刺激醛 oleocanthal 的化合物，这是一种天然抗发炎分子，行为类似布洛芬止痛药，但没有损伤肾脏的风险。2021年，一项追踪慢性肾脏病患者的研究，让他们每天摄取40毫升特级初榨橄榄油，持续9周。结果发现肾丝球过滤率 eGFR 显著改善，发炎降低，血脂数值也更健康。很难找到单一种食物能如此直接的同时造福肾脏和心脏。每天1汤匙淋在蔬菜沙拉或温热的餐点上，就足以照造可测量的改变。但光知道这些还不够，因为一旦这9个真相都被揭露，真正的转捩点在于你如何将它们组合起来。而这最后一刻，比你目前听到的任何事情都重要。你刚刚经历了9个强大的真相，那些悄悄升高肌酸酐的隐藏危险，以及4种能帮助肾脏修复的天然保护者。如果你还在这里陪着我，这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：你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，你是一个想要了解自己身体、保护未来，并采取有意义步骤迈向更健康生活的人。光是这一点，就是许多人低估的力量。但只有当你付诸行动时，知识才会转化为改变。好消息是，你不需要完美，你不需要彻底颠覆生活方式，你只需要微小、稳定的决定。
选择那些爱护你肾脏的食物，喝足够的水，管理压力，每天稍微活动一下身体，并留意身体发出的安静讯号。这些简单的选择，随着时间重复累积，就能改变你整体的健康轨迹。在你离开之前，我想请你为自己做一件事，把这份资讯保存下来，真的保存下来。当你在规划餐点、检视检验报告或感到不知所措时，回头看看它，让这成为一份指引。任何时候你需要清晰方向或安心感时，都能回来查阅。如果你觉得这里的内容有价值，欢迎关注我们，开启通知。我每周都会分享新的医学见解，也就是实用、有科学根据的策略，帮助你保护肾脏、心脏和长期的健康。最后，我想留给你的讯息是，你的肾脏并没有放弃你，他们只是在请求你的呵护。当你开始倾听的那一刻，一切就会开始改变。疗愈不是瞬间发生的，但它是可能的。进步或许安静，但它是真实的。无论你在这段旅程的哪个阶段，永远都有一条前进的路。我是海尔医师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感谢您的在乎，也感谢您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健康，保持希望。我们下次见。